来看高雄市议会有议员带蜡钱质询引起争议，议长是指出讲蜡钱是议员质询的道具，无规定讲袂使哦，也毋过是有要求议员得爱注意安全。高中的议员是讲一寡助理因为家己做蜡钱，结果去伤到家己。伊带蜡钱质询是希望市政府会当重视中央新推动的蜡钱规范，来减少意外。时间开始。 朱卫警甲乌色的袋仔真细腻，摕甲艺术电筒拍开了后，发现这是一支合法的艺术蜡钱，是议员高中德开3个月时间所做的。这是议会质询第1届，朱卫警非常细腻。议长讲，议员所摕这个钱是质询的道具，无明文写讲袂当用，因此伫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互空钱进入议场。在过去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人的伤亡的原因？ 因为他举需要猎枪，他就随便做一做，然后上场之后一个不小心晃一下，他就举发了，这样。议员讲，原面的蜡钱真侪拢是家己做的，袂少助理欠缺着做钱的专业，安全性无够。20几天来，已经30几个人死亡。呼吁市府加向原民来宣导安全。另外，针对中央3月颁布的驾驶工业制作蜡钱采购的办法，嘛要赶紧来宣导。 那假释的简单来讲，就是经过内政部有许可过后的22种，乙式的是每人有许可2支，乙式的是自己用喜得钉来做定制。任何道具就可以带进来吗？这个议会是我们要尊重议会这个各种道具了这个因为毕竟艺材，我们来这边是练习。 议员早前质询，市府表示尊重，嘛非常重视因的原民团成。后续会请警方查访，确保枪支管理安全，以防这蜡钱放用伫别个所在。公司新闻乌刘婷、陈hen坤高雄报道。